农历年前天气寒冷，影响到民众观会意愿，加上学生族群放寒假等因素，观会量减少。以台南为例，目前会议库存量只剩3.8天，为了会当维持年节期间各病院稳定公会，制造健康平安的春节，市长黄伟哲特别甲台南观会中心联手召开记者会，呼吁市民踊跃加入观会行列。借这个机会，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们、所有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参加捐血的行列。我们不但要出来面对，而且要出来捐血。尤其在每年在冬天的时候，在1月的时候，为什么会叫捐血月？因为这个时候比较欠缺血源。尤其接下来的话，一方面碰到了学生寒假，一方面碰到了这个传统的年假，所以说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那加上天气又比较冷，所以说血液的捐血人变少了。那捐血人变少，用血人没有减少，但是所以说造成了血源短缺。以台南来讲，现在的这个平均的血液的库存量只有剩下3.8天，那基本上已经进入非常这个红色警戒了。一方面我们缺水，一方面又缺血，所以说我们很希望说在年节的时候，在年节之前，尤其是在同学放寒假之前，大家可以挽起袖子出来捐血。台南观会中心表示，因为天气的因素，加上年轻族群放假，所以每到农历年前后，都会有欠会状况。希望透过这次记者会，会当唤起更多人响应观会。我特别看了一下我们台南捐血中心的血液库存是3.8天了哈。当然3.8天的先决条件是早上几家大医院的出库我们都出了哈，所以3.8天大概基本上可以维持基本的是没有问题哦，医院没有缺血哈。不过我们担心的不是现在，而是整个捐血就像刚刚市长讲到过年的这一段时间到2月嘛，我们是希望在过年前能够把血液库存提升到10天。台南观会中心今年特别甲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视觉传达系进行3项合作，设计出黄蓝两色黑面琵鹭的侧背包，希望会当吸引更多少年人的目光，加入观会。还有我们张静老师的一个团队能够有一个磨练跟发挥的一个机会。那当然捐血这件事情由年轻人发挥创意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我们责无旁贷的一个工作了啊。台南观会中心在嘉南地区总共有7个固定的观会点，地点包含永和、和伟、小东、新营等观会室，以及中山观会车、嘉义公园观会车等。为即马开始推出定期观会1点的活动，民众只要定期观会达到3届，就当兑换这个限量的黑皮侧背包，数量有限，民众就要赶紧把握。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。